係謙。咁我哋而家呢，就身處呢個鳥取沙丘嘅沙之美術館。今日呢，咁當然係一個鳥取嘅一日遊啦。我哋今朝早去咗河路市場度食松葉蟹，陣間呢，仲會落去鳥取沙丘度行下睇埋日落嘅。好啦，時間冇多啦，我哋開始啊 ，Let's go！琴日喺出雲落咗成日雨，今日喺米子終於見到太陽啦！我哋大清早就開始行程，首先要返到去米子車站。位於山陰地區入口嘅米子車站係交通樞紐，有特急列車直達岡山同埋鳥取等主要城市。我哋嘅目的地係鳥取市，需要喺4號月台等車。JR 特急超級重豐係一列柴油列車，淨係得自由席同指定席各一卡車廂。經過1個鐘頭嘅車程，超級重豐嚟到鳥取車站。講到鳥取呢個地方，大家第一時間或者會諗到好出名嘅鳥取沙丘。就係由於正值鳥取嘅松葉蟹旺季，我哋決定去鳥取沙丘之前，去咗市場食松葉蟹先。而鳥取最出名嘅市場就係河路市場。要去河路市場，的士係最快嘅方法。我哋啱啱就喺鳥取站度上咗的士，咁嘅原因係因為呢，去河路市場嘅公共交通工具係好難揾嘅，所以我哋就為咗慳時間呢，就搭的士過去啦，用金錢換取時間。經過15分鐘車程，我哋嚟到河路市場，的士車費係2900 yen。喺外國旅行，時間就係金錢，真係冇得孤寒嘅。嚟到河路市場，等我哋帶大家行下，睇下有啲咩新鮮海產。河路市場咁係鳥取呢度最大嘅市場嚟㗎啦。咁適逢而家係食呢個松葉蟹嘅季節，咁我哋睇下有冇啱心水嘅蟹。喺河路市場都有發售其他海鮮，而且大部分都係鳥取本地嘅新鮮食材。喺海鮮市場，當然要行晒所有鋪頭，再慢慢揀性價比最高嘅海鮮。雖然有好吸引嘅刺身魚，但我哋集中注意力，希望揾到又平又好食嘅蟹啦。咁我哋就喺呢個河路市場度買咗2隻各4000 yen 嘅蟹嚟試下拆蟹，睇下係點樣嘅。咁我哋而家喺呢間若林商店啦，佢都有各種唔同嘅價錢咧，由1000 yen 去到2萬幾3萬 yen 都有。揀蟹嘅時候要小心啲啦，有陣時有啲蟹咧可能冇咗隻腳或者冇咗個窿咁樣咧，搣定啲十字咁就自己鬧交。鋪頭當然有提供鉸剪俾我哋拆蟹，拆蟹嘅時候都需要唔少耐性。跟住行拆好耐啊！嗰啲蟹肉真係幾鮮甜，呢個係真。呢啖肉喺度真係。有時都要發生意外㗎。嗰包好食，拆個頭啦。蟹蓋，佢反而個邊係冇咩嘅。哇！除咗一邊拆一邊食，都可以將拆出嚟嘅蟹肉一次過撈勻喺蟹骨入面享用。最後啦，大啖肉啊！又 juicy 又多汁啊 ！juicy 唔使多汁啊！哇！蟹撈埋啲蟹膏好香啊！除咗發售海鮮嘅商店，市場亦都有海鮮食堂，仲有賣手信嘅 souvenir shop。食完松葉蟹之後，大家唔好即刻離開河路，喺海鮮市場隔離有一個特產市場。鳥取最重要嘅特產就係梨，呢度混雜各種唔同嘅梨。咁大
過新雪梨啊，大過塊面啊！呢度亦都有一個類似超市嘅特賣場，大家可以喺呢度買到唔同類型嘅特產，有手信禮盒，有本地蔬菜，亦都有新鮮肉類。哇！鳥取和牛啊！大家嚟鳥取唔好錯過海路市場啊！哇！嗰度哦，唔理啦，3秒定律啊，照食啦！離開河路市場，我哋決定搭巴士去鳥取沙丘，但係由於河路係冇巴士直去鳥取沙丘，我哋要喺鳥取市入面轉車。上車嘅時候拎返張整理券。巴士嚟到城北屯地站。咁因為我哋第一班巴士遲咗嚟嘅關係呢，即係我哋已經接唔上我哋要轉車嗰架巴士，唯有喺度等多一陣，再上下一架巴士去鳥取沙丘。33號美岩線巴士由城北屯地站出發，10分鐘就會去到沙丘東口站。我哋終於嚟到呢個鳥取沙丘嘅外面。咁我哋而家呢，首先就去咗呢個沙之美術館先。咁就入去睇下呢度好出名嘅沙雕嘅作品啦。由巴士站行上去，經過一間 cafe， 就會嚟到沙之美術館嘅入口。沙之美術館位於鳥取沙丘隔離，係一個以鳥取沙丘嘅沙製作沙雕嘅博物館。成人門票800 yen， 營業時間朝頭早9點到下晝6點。沙之美術館。沙之美術館每期展出1年，每年1月到4月休館更新展品。展品由嚟自世界各地嘅雕塑家製作。美術館大堂展示咗沙雕嘅製作過程，每件作品都只係用咗水同埋沙再倒模壓製而成。嚟到2樓就係展廳嘅入口。沙之美術館每年都以唔同國家作為主題，適逢今次嘅主題係日本，展品都係以日本歷史發展做題材。日本歷史嘅開端就係神話時代，然後到彌生時代、邪馬台國。哇！其實佢呢度所有嘅 sculpture 咧，都係喺平面同埋立體之間取到個平衡，做個層次感出嚟。日本歷史繼續發展，嚟到飛鳥時代，佢哋現今有1400年。大佛係奈良時代嘅代表，真係做得好精細。鐮倉幕府帶領日本走入武士時代。展覽亦都展示咗一啲影響日本歷史發展嘅重大事件，包括蒙古入侵、葡萄牙傳教士嘅到訪，然後有日本戰國時代嘅豐臣秀吉、德川家康結束戰國時代，走入和平嘅江戶時代。後來美軍准將培理嘅艦隊嚟到，為日本展開開國嘅時代。明治維新之後，日本急速發展，可惜發動咗太平洋戰爭。戰後再重新出發，成為世界最發達嘅國家之一。展覽亦都展出咗日本嘅代表景色，例如姬路城同埋富士山，仲有10英上面嘅國寶平等院鳳凰堂。另外都有展示日本嘅自然生態，代表藝術嘅角色北齋，代表文學嘅紫色部。呢個館真係好犀利。你睇片入邊啲畫面呢，係絕對係比唔上我哋現場睇到嘅震撼。喺美術館嘅3樓，可以以高角度欣賞沙雕展品。哇！啲嘢真係做得好精緻，好值得推介你哋嚟。大家嚟鳥取沙丘一定要嚟沙之美術館啊！離開沙之美術館之前，可以去山上面嘅沙丘展望廣場行下。雖然展望廣場並唔高，但可以遠望鳥取沙丘。由沙之美術館出發去沙丘需要過咗馬路先。我哋嘅目標係登上最高嘅沙丘馬之貝，喺上面欣賞日本海嘅景色。嚟到馬路隔離嘅入口，左轉就係沙丘嘅範圍。喺沙丘上面行，對鞋入沙係無可避免㗎喇。
我哋而家去緊沙丘，睇下趕唔趕得切睇埋個日落。呢度有駱駝騎嘅，冬天啊而家。仲未去到馬茲貝，景色已經非常之震撼，即係360度都可以係打卡位，加埋日落，簡直無敵啊！大家唔好睇少呢段上斜路，真係需要啲力水先至掂。鳥取沙丘係一個難得嘅自然景色，一生人點都要嚟一次。如果遇到落雪，仲有機會睇到白色沙丘。下次再嚟日本，鳥取沙丘會唔會係你下一個目的地呢？我未倒完啊！呢度其實有埋地方俾你洗腳添嘅喎，不過天氣太凍啦，唔使啦。其實鳥取沙丘附近一帶都有好多好吸引嘅海岸景點，但係似乎自駕會比較方便。天色越嚟越黑，我哋嚟到沙丘會館，準備搭巴士返去鳥取市區。巴士每個鐘只有一班，尾班車喺6點半開出。經過25分鐘嘅車程，我哋返到嚟鳥取市區。嚟到晚飯時間，我哋當然要食鳥取嘅特產，而鳥取其中最出色嘅特產就係鳥取和牛。今晚就食鳥取和牛烤肉啦！燒肉牛王鳥取本店距離鳥取車站5分鐘路程，主打鳥取和牛品牌萬葉牛烤肉。萬葉牛係一種黑毛和牛，飼養過程十分之嚴格，而且產量極少，係頂級嘅黑毛和牛。燒肉牛王可以喺食評網站寫 log book 台，我哋同時預約咗8500 yen 嘅套餐。8500 yen 嘅套餐有13道菜式，包括萬葉牛嘅5種特選部位。第一道菜係萬葉牛隻燒3半牛肉，上面有一隻蛋黃，將蛋黃撈埋生牛肉一齊食，口感真係非常嫩滑。佢俾啲芝麻喺度，加埋個蛋黃，perfect。跟住落嚟係3種前菜，3種都係地道嘅食物。嚟緊呢個咧係鳥取嘅特產嚟嘅，係豆腐竹啦。好好味。套餐仲有好清新嘅豆腐沙律，仲有精選3種萬葉牛壽司。幾唔錯喎，完全唔會硬，味道都好濃郁。烤肉嚟啦，有鳥取和牛特選橫膈膜肉 Hanami， 仲有極上牛舌。雖然橫膈膜肉被定為赤身肉，但係呢片橫膈膜肉嘅雙角油花已經好出色。試下咩都唔掂先。牛肉好滑啊，同埋好香 juicy 啊。係啲牛嘅油，哇，真係好正。睇下呢啲極上牛舌幾吸引。牛舌比起橫膈膜肉更加彈牙，但係有時可能會比較韌。我係慢嘅爽口嘅，唔好咬得咁慢。食完普通嘅鳥取和牛，萬葉牛終於嚟到啦！正式開始燒呢個萬葉牛。第一片係西冷肉，
慢熱牛咧，因為油花比較多嘅關係，所以佢易熟啲，大家小心啲，唔好熟過耐。哇！一咬落去啲油就滲出嚟。牛尾仲唔過頭先喎。呢邊上等堅肉油花分佈好平均，係牛肉稀有部位。烤呢啲薄切嘅牛肉要小心火候啊！如果唔係熟得滯，就會嘥咗珍貴嘅和牛。仲有另一種稀有部位嫩堅里肌，都係入口即溶，真係好香。套餐配有海鮮，哇！個飯煲真係好好食。海鮮都好出色喎，其實係幾鮮甜嘅喎，係新鮮。套餐都有時日湯品，仲有拉麵同埋細細嘅甜品。整體用餐體驗令人非常之滿意。咁我哋就完成咗呢個鳥取嘅一日嘅行程，咁就翻到嚟呢個米子啦。咁我覺得今日都算係咁唔錯噶啦。咁今集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片嘅話咧，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想同我哋講嘅話咧，亦都好歡迎大家喺下邊留低 comments 俾我哋嘅。好啦，就咁樣啦。我哋呢個山陰嘅行程已經圓滿結束噶啦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下一集，我哋翻到旅程嘅起點廣島，乘搭渡輪登上世界文化遺產嘅日本三景之一宮島，到訪國寶嚴島神社，走過表參道商店街，品嚐最出色嘅廣島生蠔，仲有特產小食，炸嗰個嘅饅頭嚟咯。喺宮島體驗米芝蓮推介 omakase。嚟到旅程嘅尾聲，誠邀大家同我哋一齊參拜嚴島神社。